台北市头一座校园艺术生态博物馆太平国小博物馆今仔开幕了。博物馆有台湾近代雕塑家黄土水伫1920年对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的时送予学校的作品，那么做伙来欣赏。太平博物馆很难得的结合了水稻田的生态，让绿油油的稻穗伴随少女胸像。 我相信少女九子一定也会喜欢这间博物馆。台北市太平国小的学生认真小解校内的博物馆，因为未来因的镇馆之宝小女都是台湾雕刻家黄土水的雕像作品。伊伫咧日本东京美术学校毕业了后，1920年甲小女雕像捐予本校大稻埕公学校，也就是今卖太平国小。 这个雕像伫咧遮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，为着要就地保存，社会各界推动成立太平国小博物馆。在1920年代，台湾其实在艺术文化方面还不是非常的受到鼓励的那个年代。他一个人非常幸福的可以在国外留学，学到更多的好的美学的艺术的素养。他就希望透过他的艺术作品，能够回到小学。 太平国小博物馆嘛是台北市第一间校园艺术生态博物馆，以听得到读册声、闻得到稻仔芳通亲近黄土水作品为使命，和100年历史的校园通延续黄土水推动艺术教育的精神。太平国小博物馆伫咧6月10日举办开馆典礼剪彩，文化部长表示真欢喜看到文化和艺术的种子会当伫咧校园内底定根。来这边文化部大概1年了，我有2个愿望，一个就是文化扎根。 文化要向下扎根，一个是建立台湾各地的文化基地，然后这里看到太平国小的博物馆，好像这2个都满足了。雕刻家黄土水1895年伫咧第8万甲出世，才到35岁。今年7月初3嘛是伊130岁的诞辰。太平国小博物馆拍算伫即天正式对外开放，希望透过新的展览空间，让愈侪人看到黄土水的作品，认捌这位优秀的台湾艺术家。记者卢尚祖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